经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甲第5节。咱的版面拢伫银幕顶用，互你看吼。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甲第5节，咱显着我来中读。摩西应讲：看，因要毋信我，也毋听我的话，因为因要讲，耶和华袂捌对你出现。耶和华对伊讲：伫你手内是啥物？伊讲是拐啊。讲迄伫地里，伊一迄伫地里。就变做蛇，摩西就走闪伊。耶和华对摩西讲：伸你的手抓伊的尾，就伸手抓伊，伫手中的油源变做拐仔。安尼，通互因信耶和华，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有对你出现。以上，只是咱要请新店长老教会的林文良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怎样完成大工。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愿恁平安。主的恩典满满伫咱的心内，咱存着感恩的心，同心进入伊的殿院来敬拜、来服侍伊。希望外面落雨，总是咱伫主的面前尽本分，咱坚持到底落尾，的确领受上帝所发咱的福气。伫2015年的最后的一主日，咱同心进入伊殿院来敬拜伊，来服侍伊。咱甲边仔兄弟姊妹讲，坚持到落尾，领受上帝福气。我深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凭着咱的信心，咱也借着这个信心来搬过一个新的年这个旧的年甲新的年的一个门槛，进入伫这个新的年。一个新的年，的确换咱的新的心智，更新咱的心。感谢上帝，咱会通借着上帝所予咱的气力，靠着耶稣基督，咱满有能力。咱也深信主伊的恩有够举咱用。今早起透早含咱来参加伫第一场的礼拜，真感谢上帝享受伫迄个礼拜中间，就是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在做礼拜吟诗歌，我嘛真爱大声吟诗歌。那看似毋是讲道，我一定足大声，一大声在吟，因为咱的歌声就是上好的乐器，来学乐上帝，带学乐来到伫伊的殿院，这是上帝看做水。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个祭物，所以当咱咧学乐上帝的时阵，咱的确爱大声三甲来吟来学乐主，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也真感谢上帝，透早伫新店来，虽然伫个所在落雨我相信外面也落雨无毋对总是主的恩满满伫咱的中间带领咱，互咱会通伫主的厅内面。同组织做伙，愿上帝保守咱今仔日的礼拜。当摩西伫米甸的过洋的时阵，上帝的吩咐临到伫伊，吩咐伊去救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受辖制的一个所在。摩西伊论内，伊来拒绝，是因为伊无受过。战争的这款的训练，而且伊的手并无有执行的这个工具，就是会通挖去，当做伊的凭据还是印证。除了伊的身边只有一支车就是一支拐这支拐是伊伫个山坪的所在所错落来的一支拐通过这支拐伊伫过洋，可是这支拐若久，检查伊就迄角。然后佫错一支新的，总是咧为兄弟姊妹，咱看见上帝真奥妙的工程，安尼来完成。上帝来问摩西讲：伫你的手呢是甚物？伫你的手呢是甚物？是一支拐是一支拐咱讲木杖。上帝通过这支拐伫遐来引带带领伊家己国度的工程来完成。伫物质的世界内面，常常通过咱伫世间
伫咱的手呢有诶材料，安尼来完成。咱讲伫这个世间的成就，总是伫属灵信仰的世界内面，也有缘通过这个方法，就是上帝借着你我，咱手呢所有的来完成伊的工程。虽望迄是淡薄的温数，还是小块的温数，总是上帝通过伫你的手呢所互你、所赏赐互你，只有小块的物件。无论是甚物，就通过安尼来完成伊个大个工程。我要用圣经内面有几个实在的例，和兄弟姊妹通过这信仰的人物，咱三角来思想伫今仔日的信息。头一方面，咱会通看见上帝来到伫士师三家的面前，伫问伊讲：伫你的手呢是甚物？伫你的手呢是甚物？迄只不过是赶牛，一支赶牛的铁器，赶牛的铁器。伫这个华语是讲赶牛的棍子。台语的圣经，咱三角来读，咱三角来读。以弗了后，有阿那的囝三家，伊用赶牛的铁器拍死600个非利士人，伊也救以色列人。上帝用三家就为士师的这个车啊，这个棍啊，来拍死600个非利士人，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来得到胜利。咱看见这支铁器，甲迄个咱讲拐啊，摩西嘅拐啊，各样的拐啊是无相款，因为各样人这个牧者是徛伫面前，伫引带羊群伫面前行。总是伫巴勒斯坦炎热的天气，就拍伫这个铁器拍伫这个动物的心上，因为病毒唔惊，可以通面前来行。那位兄弟姊妹，咱会通看见三家手里的这支铁器，上帝就使用伊。假使三家若拒绝，无要互上帝来使用的时阵，安尼就袂会完成。迄个打败以色列百姓真水的名声得到凯旋。今仔日毋知有偌尼济，才会失去更较大得胜的阳光，因为你无有将上帝所赏赐互你的恩赐，为着上帝的名来使用上帝所互你、所赏赐互你伫手里所有的一切。伫过去200年久的中间，上帝有差遣2万几位的宣教师传福音进入伫中国，也是讲远东地区来宣教，建军成果也是结果子伫迄个所在。头一位进入伫远东地区的宣教师是 Morrison 牧师，还是 Robert Morrison 马吕森牧师。年轻的时阵，伊就献身，决志献身予上帝来使用，所以为着要训练伊家己本身，来真侪宣教师来备班，所以伊就用真刻苦家己的一款生活的款式来训练家己，困进冰冷的一个地方，甚至用真刻意的这款的生活的款式。伫遐来准备家己，当伊进入伫中国来宣教，其实讲起来是一个真恶的担当、真艰苦的一项的工程。毋但着学习当地语言，传福音、开拓教会、翻译圣经，每一项的代志拢是恶担当的事。所以马里斯牧师伊是讲，若伫身边有一位助手来甲伊斗相共，迄毋知偌尼好。所以就写批倒转来到伫伊的总会车会，毋望会通找派一位助手伫伊的身边来甲伊斗相共。当伊的总会车会来看见伊的要求，就掠做好，然后就将即个聘请的工作的一个消息。牵伫教会公布的中间，互地方教会通三角来关心，有一个回应。一段时间的中间，并无人来应征这个工作，
总是无偌久，差派委员就接到一张批，这张批是对一个名叫做威廉 Million 这位威廉伊所寄的这个应征的一个批。差派委员来看见这个书面的资料，并不是有真好的一个装备的这个教会背景，也是讲伊的学历真悬。总是这个差派委员是讲，安尼的人敢堪得来受差派进入伫远东地区，进入中国来帮赞 Morrison 牧师吗？所以差派委员就想讲，咱用一个方法，安尼伫遐，无咱来试体这个美莲好，所以就甲因三个约定面谈这个时间。美莲就照约谈的时间来到伫迄个中间，当美莲来到伫迄个中间咧三个谈的时阵，差派委员就来甲伊讲甲伊三个来分享。其实就望会通通过安尼的话，会通来甲伊撕退也是拒绝。所以差派委员就用真委婉的口气。安尼伫遐来讲，Morrison 牧师伫中国宣教是一个真艰苦、真无简单、真无容易的一个工程，生活也有完真无容易。要帮赞伊的这项的工程，毋是任何人担当袂起。当差派委员来美莲来讲即句话了后，美莲反倒用真坚定的一个口气来差派委员来讲安尼的一段话。美莲安尼讲，伊讲我知 Morrison 牧师受差派伫中国所在伫宣教，实在是真无简单的工程，这我知影。总是无论安怎样，我愿意前往到伫中国来帮助 Morrison 牧师伫宣教工程顶面的需要，伫生活顶面的需要来帮助伊。因为 Morrison 牧师伊是上帝的罗卜，我乃通成做上帝罗卜的罗卜，这是我的荣幸。当差派委员听见安尼的话的时阵，心内大大受感动，就无搁再拒绝伊，然后就正式差派伊进入伫中国来帮赞 Morrison 牧师。果然，美莲伫 Morrison 牧师的身边做正水的工程，无论伫伊的生活的顶面来甲伊斗相共以外，甚至伫宣教传福音的顶面，也有缘拢甲伊做大大的帮赞。伫中国的头一份基督教的这个杂志，咱讲这个月刊，这个期刊，就是出自美莲的手伫遐来编辑，甚至 Morrison 版本的旧约的圣经的翻译的版本，就是通过美莲伊伫马六甲海湾的所在，伫遐着手来翻译大部分的这个经文。列位兄弟姊妹，美莲卡苏那一个开始讲，家己认为不配，保留家己无互主来使用，安尼就卖话来帮赞美莲，帮赞这个 Morrison 伊伫宣教的工程有真水的一个脚迹来归荣光伫上帝。列位兄弟姊妹，上帝互你配得，你有缘会通将你家己献上予上帝，无有保留，会通伫上帝国度的工程，做水个好的工程，来荣光上帝，来完成上帝通过你来完成大的工程。阿们吗？愿上帝帮助咱，咱愿意将咱手里有的，互主来使用。上帝来到伫大笔的面前，来问伊讲：伫你的手里是什么？各位，伫伊的手里是什么？是什么物件？现石啊！现石啊！台语无好讲总是一句这个甩石的机弦。现石啊！列位兄弟姊妹，大笔
通过伊伫生长的中间，也是用娱乐家己的中间，甚至保护羊群、保护豺狼来吞食的这个器具细石啊，总是咱看见大笔使用这个细石啊，奉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打败非利士人，互以色列百姓会通来得胜以色列军队所惊吓迄个关墙的歌利亚。列位，你若肯倚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来使用伫你的手呢，上帝所赐予你的一切，亲像大笔相款，的确会通予你伫你所想袂到的这个代志，会通来完成。济人，咱中间有济这个才艺，上帝所予咱的才能恩赐。第一场的礼拜听见四重唱，第二场的礼拜听见二重唱，咱看见因有唱歌的恩赐，会通互主来使用，包括咱有弹奏乐器、画图、讲故事等等这些才能，咱若会通来分别，互上帝来使用的时阵，的确会通伫主的国度的内面，伫主的家的内面来完成上帝所交代咱真水的工程。伫咱中间有济兄弟姊妹，伫你的工作的顶面有你真专业的物件，假使你若愿意分别互主来使用的时阵，的确会通奉主的名来完成上帝所交代你的工程。会记得我也伫丰原伫牧会的时阵，当时阮的丰原区也有举办一个区会，就是一个摄影的一个研讨会。印象真深刻，当时所邀请的一个讲师是对高雄起来真出名的一个讲师，叫做杨宪一老师。伊有一个作品，就伫圣经公会一个拉力的内底，会通有伊的这个作品来表现出来。当时阮有邀请伊来，迄个时代就用单眼的相机伫遐来摄影。无亲像咱今仔日手机，咱就会通随时来摄影，真方便。总是当时有真济这个兄弟姊妹伫丰原区的兄弟姊妹，就三甲报名，然后来学习。杨老师真正用心，也是真耐心，伫遐来指导每一位学员，就伫迄个地区、伫迄个社区的所在，伫遐来摄影，直直到伫尾仔的时，通过杨老师。伊所讲的一句话，我真感动。杨老师又安尼讲，伊讲如果丰原区的兄弟若有需要通过摄影来做文字的工程，我会通毋免车马费，愿意来到咱的中间来指导恁怎样摄影。一位非常无用气气的一位老师，伊愿意将伊家己本身。奉献予主来使用伫上帝国工程的内面，排列伊家己的时间、恩赐甲性命，予主来使用，予人大大的感动。当主耶稣来一位查甫囡仔来问伊讲伫你的手呢是甚物？伫你的手呢是甚物？咱来看一张 PPT， 列位伫伊的手呢是甚物？是五块饼、两尾鱼，是啥物？是五块饼、两尾鱼。五块饼、两尾鱼，耶稣来伊讲，带来互我，献互上帝。一个查甫囡仔就将刚才伊的便当，五块饼、两尾鱼，交伫主耶稣的手，就伫耶稣的手来圣别。毋然呢，互5000人。食饱，搁较有剩。五块饼、两尾鱼，伫主耶稣的手来圣化。列位兄弟姊妹，列位咱中间的年轻人，真趁你抑搁年轻的时阵，互主来使用。年轻就是年轻人的本钱。年轻人带年轻人来教会。是上好的宣教传福音的方法。
就趁咱年轻的时阵，伫献出时，互主来使用，毋通要等到伫老的时阵，才要互主来使用。也是讲，等到老的时阵，才要来敬拜上帝。历史到伫老的时阵，拢已经真怨叹。事实上，每一位年长者、年老的人，伫上帝面前有年老的所用。上帝对每一位年长者，拢有伊的目的。毋通等到伫咱老的时阵，才怨叹讲，咱年轻的时阵咧保留家己，无互主来使用。1990年，我有即个机会，甲200位的台湾的传教者，到伫韩国的耶稣教长老教会，伫迄所在来观摩教会。阮到伫迄个时阵，有去观摩几若间的教会。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有安排专题演讲的一个时间，当时有安排因的神学院叫做中神大学一个神学院的一位历史系，也是讲教会成长系的一个教授来做专题演讲。这位教授伫5月台湾去的传教者伫遐来做一项的分享。伊讲伫阮韩国的每一个地方教会年轻人，拢决意献身予上帝。特别伫迄年久的中间，足侪只年轻人3钱咧报名投考神学院。据说神学院侪人报名的人数来超过迄个应该爱有的这录取的人数，所以伫遐来限制人数，就是讲迄录取的这个人数的这个门槛。通讲教会兄弟姊妹真正3钱来献身予上帝来使用，来投考神学院。听见这个这项的信息的时阵，互阮得到大大的激励。莫怪上帝大大的奋兴复兴韩国的教会、南韩的教会，上帝大大祝福保守伫南韩的这个所在。我深信。今仔日，咱的教会来愿意互主安尼来使用年轻人来应答主对伫咱的差遣的时阵，上帝大大来复兴咱的教会，甚至大大来使用咱中间的这兄弟姊妹年轻人，互主来使用。今仔日，虽讲检测伫美国、伫韩国的所在，也因为世俗化的关系，检测教会增长有暂时的一个停顿。总是列位兄弟姊妹，上帝对咱的这个呼召的这个声音，是不断伫咱的心内，伫差遣咱，伫呼召咱，献身伫主的面前。会记哩，我有到伫一间教会为着建堂的需要，伫遐来募款。当我到伫这间教会的时阵，互我感觉真趣味的一项的代志，就是我较早到这间教会。伫这个教会骑楼的下面，有一块桌交台桌，伫迄个所在，看见一个国中生伫迄个所在伫做交台。当时我看见以前确实我看见一个是上少年，毋捌看过遐年轻的一个交台者，徛伫教会的第一线的中间，伫做教会的门面，伫交台招呼信徒兄弟姊妹，伫分周报。伫位兄弟姊妹看见这位国中生伫做礼拜开始，直到做礼拜结束，拢徛伫迄个交台桌的所在，尽伊的职务，伫完成伫迄日教会所交代伊的工程。我对这个青年感觉真趣味。做礼拜煞，我来问这位替我咧做礼拜咧司会长老讲，徛伫外面迄个青年到底是什么人？伊讲是我的囝儿。哇！感谢上帝。这个长老的确是做真好的一个模范，伊的囝儿会通互主来使用，伫主的教会内面，咱看见年轻人，上帝要使用伊，大大来兴起伊的国度的工程。5块饼2尾鱼，5块饼2尾鱼，5也来代表你的五种，你
你的五官，上帝要来使用你这个全人，字来代表你的双支手、双支脚、双蕊目睭、你的双蕊耳啊，拢会通献身给上帝来真做活祭，是上帝所欢喜无下数的祭物。恳求上帝来保守咱中间在座的年轻人，当你若愿意，当你若有一个感动伫主的面前，你会通互主来使用伫国度的工程内面。那么兴起更较侪，要互上帝所使用的百姓，伫上帝国工程内底，当有份。愿上帝帮助咱。相信咱的中间有侪侪兄弟姊妹，因有愿意的心伫咱的中间。耶稣这位寡妇来讲，伫你的手呢是什么？伫你的手呢是什么？你的手呢是两个细什么细钱，两厘的这细钱，只不过是小块淡薄的钱银。总是已经献上伫上帝国度的内面，伫上帝的库房的内面，两个细钱，通过这个送香的妇人人，伊的所有甘心乐意献上给上帝来使用，也因为安尼来得到世间人来得到主的恶乐，献上你的所有，千万唔通等到伫讲主啊。我较好起来的时阵，我才来奉献。亲像这个寡妇，这是伊的责任，总是伊就献上给上帝来使用。当伊奉献了上帝了后，伊的中道堂都已经无去啊。总是伊愿意献上给主来使用。恳求上帝帮助咱。我想含兄弟姊妹三个来分享。我家己个人的一个看法，我想咱的上帝毋是单单看伫你的手呢，献上给上帝的钱银，上帝嘛伫看你伫落地仔内面怎样的奉献，上帝嘛有愿看你的存折，你怎样的奉献，上帝毋是单单伫差遣你，还是命令你。1/10的奉献，伊唔单单看重你的1/10，伊有愿看重你的9%，因为无论你的1/10，也是9%，拢是属于上帝，拢是上帝。上帝就通过伫生活的中间，看你安怎样来使用上帝所赏赐予你所有。特别伫你另外的9%，你怎样来成做一个真重的关键？你若伫你的9%的顶面成做真重的关键，你的确伫1/10的顶面也有缘成做一个真重的关键。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学习成做一个1/10，是上帝所看做好。的关键伫主的面前，咱伫上帝面前来决志。咱同心三甲讲，我愿意，我愿意成做1/10的好关键，我愿意成做1/10的好的关键。咱同心伫上帝面前，拢成做伫1/10好的关键来荣光上帝。上帝祝福你所有。你知影，这拢是对上帝所领受的，所以你就愿意分别，唔拿1/10，包括你的性命、你的所有，进入伫新约的时代，就是包括你的所有，拢分别互主来使用。列位，上帝伊是万行有的上帝，伫拄则应验传道在带领咱的时阵，知影咱知上帝伊是一个好野的上帝。咱有一个富爸爸，一位上帝，伊是全然的一位上帝，伊是有够义的上帝，伊无欠缺你对伊的奉献。
却会通通过你伫迄个淡薄的奉献的中间，来查验你奉献的心态。这个送香的寡妇，这个手呢，的两个碎钱，伫上帝的手呢，就来圣别，然后来诚侪上帝对世间人的祝福，嘛诚侪咱世间人奉献顶面的一个模范。耶稣来到这位啼哭的妇人人的面前，来问伊讲：“伫你的手呢是甚物？伫你的手呢是甚物？”这是一个真哪达的一个香油，真哪达的一个香油，是一个真贵气的物件。伫主耶稣为着世间人来受苦、受死、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进程，啼哭的妇人人献上伫主的面前。顶礼拜咱伫庆祝主的降生。耶稣基督伊的降生，就是为着伊为着世间人的罪受苦受死。主耶稣出世，就是为着伊的死降生伫这个世间的中间。伫主耶稣受苦受死的迄礼拜久的中间，咱看见这位啼哭的妇人人，为着上帝拯救的使命来拍破伊的真哪达的香膏。全然献上伫主耶稣的心中，通过伊的这个头毛抹伫耶稣基督的头壳顶。圣经另外一个版本有安尼记载讲，抹伫主耶稣的骹，互真哪达的香油流落伊的心上，到伫伊的骹。迄是一个真贵气的物件。伫圣经有记载，济一人无用稳安的代志，包括妇人人用安尼的态度来对耶稣是无尊敬，总是这个妇人人无看其他人的眼光，就将这所有伊伫手上宝贵的真哪达的香膏拍破，献伫主耶稣的心上，伫主耶稣受苦的迄礼拜久的中间，会通抹伫主的心上，互迄个香味会通流露出来，互济人会通伫遐三甲分享。我邀请一下你姊妹，伫这个时阵，目睭闭起，咱用咱的想象，然后用咱的鼻角，就是用咱的鼻啊，咱去鼻看卖，迄个真哪达香膏的一个喷芳。例如兄弟姊妹，伫你目睭闭起。你用你的鼻仔咧鼻的时阵，伫耶稣伫世间的最后一礼拜久的中间，无论耶稣行到什么所在，迄个香味就伫迄个所在流露出来，互咱会通去闻到迄个喷芳，真正香。例如兄弟姊妹，拍开咱的目睭。伫圣经内面，互咱会通去想象，这个妇人人会通通过伊这个真哪达的香膏献上，互主安尼来使用。例如，咱就通看见完成主耶稣为着咱世间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我深信耶稣伫迄礼拜久的中间，无论行到伫什么所在，兼且钉伫十字架顶。也是伫克西马尼园的所在，耶稣为着咱来流汗、流目屎，迄个中间有偌尼济人伫耶稣的身边，通去闻到迄个喷芳，真哪达的喷芳。例如兄弟姊妹，伫你的手呢，是毋是有久长的中间，伫遐珍惜，总是保守久久，是毋是你肯献出，互上帝的宝贝，献互上帝好无？恳求上帝帮助你我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将你手呢上宝贵、上宝贝献互上帝来使用，亲像这个真哪达的香膏，要流露出迄个喷芳的气味，就是拍破伊，然后济人会通去闻到迄个喷芳。
咱的上帝，伊竟毋是有缘用这款的方法来完成，来完成上帝所要完成上帝国的工程吗？就是将伊上宝贝的礼物，伊所听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所在，为着你我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钉死伫十字架顶来赎回你我的罪过。咱的上帝来打破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破碎伊的肉体，通过流出的宝血来赎回咱的罪过，伫此安尼来完成伊的工程，互咱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来得到救，来领受上帝所予咱永远活的福气。当一个人真正愿意伫主的面前，将上宝贵的宝物献上，互上帝用谦卑、卑微的态度献上互上帝的时阵，唔简单，咱的主，甚至伫咱的环境，包括这个富人人伊的头毛，这个富人人伊会通流露出迄个香味出来，互迄个喷香的气味。通流落伫四周围，互侪人会当闻到迄个喷香，甚至直到伫2000年久，咱还阁闻到迄个喷香。伫教会服侍，你是毋是温从你的温事，无要互主来使用呢？服侍上帝是一项的特权，上要紧的是服侍上帝有喜乐。服侍上帝就有满足，你是毋是愿意为着基督的缘故，无有保留你手里所有的，献上予主来使用，来完成上帝上好的方法，就是你提出来使用，甲人三甲分享，伫上帝国度的内面，伊愿意来使用你手里一切所有的，来完成大使命，安尼。贵重真哪达的香油，因为拍破伊，才会通来，互伊的香味流露出来，才会通通过你的手来完成上帝所交代咱大的工程。列位，上帝伫你我咱的手所予咱、所赏赐咱所有现此时咱有的去服侍伊，而且。咱不断伫咱生活的中间，伫信仰的中间，伫服侍的中间，安尼去完成伊大的工程。列位兄弟姊妹，伫你的手呢是甚物？伫你的手呢是甚物？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满心阿乐尊重主你。你的圣神引带带领保守阮今仔日的礼拜，愿阮伫你的面前的礼拜，学乐甲尊重，来得到主你的欢喜。主你大的一个尊荣赏赐予阮，请将迄个至宝贵、最大的一个尊荣来归乎你。愿感谢上帝，主啊，愿领受主你所予阮的免流。伫你的教会殿堂内面，原来敬拜你是偌尼大的福气。这个福气是无有任何人、无有世间人会通抢夺去。献上阮的感谢伫主你的面前，主，我挑战阮伫阮的手里是甚物？主啊，伫阮的手里宝贝的恩赐、时间、礼物，阮的性命。阮拢愿意分别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使用。愿上帝帮助阮，互阮分别伫主你的面前，通过阮家己诚侪活命的祭物，互主你来使用，是你所欢喜。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你的教示，通过今仔日的信息，来诚侪信徒兄弟姊妹行天路的准前。献上阮的感谢，甲阿乐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